来看台南传统工艺古早的师傅吴文进，逐年拢会提供庙设计艺术品。今年伊特别为开基玉皇宫设计一座艺品，叫做新娘迎春，为国家祈福求平安。这只目睭灵活、色彩丰富的纸龙，采伫台南开基玉皇宫的庙里，有176公分长、88公分宽、127公分悬，是工艺古早大师吴文进的作品。这个新娘吼，你注意看伊的姿态吼，很有良心。所以要做这尊娘的时阵吼，我灵感真好。嘛拄教新年，拄少年年，所以用讲咱用上帝，互我有灵感来进行安尼。为着配合龙年，古早工艺师吴文进接受庙方的邀请，制作一只纸龙艺品《新娘迎春》，搁找彩绘师傅来彩色，互古早的艺术品变作是庙里真青艳的风景。吴文进表示，这是一个高粱系列的设计，未来会搁做出其他8只无同款的龙来求一个好吉兆。今年到新年吼，拄好咱台南市把咱阳江吼有这个想法，要做九龙，今年第一尊，我会继续一年一年甲创作这9尊的新娘。今年这个项，明年搁另外一个项，希望咱台湾这个所在，咱的国家会当稳定发展。用纸糊的新娘艺品，毋但传达吉祥好运的意思，嘛展现台湾传统艺术迄款有路的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